來到閘門拆快遞的時間，今天收到葵青區的粉絲老闆發來了一把斯巴魯的老款汽車鑰匙，叫閘門幫他升級改裝為新款的手機控車智能液晶鑰匙。拿到鑰匙，先檢測鑰匙的信號按鍵，信號檢測沒有問題之後，就可以來給他進行升級改裝。閘門這邊是專業升級改裝汽車鑰匙的，不管你是什麼車，新款車、老款車都可以進行升級改裝。把現在主板拿出來，拆除鑰匙的主板，然後再進行焊接就可以。以後想要改回去，也可以自己改回去的。所有線路接固定，然後就可以拿出閘門的液晶鑰匙來進行升級。把主板裝到閘門準備好的液晶鑰匙上面，去裝上主板，蓋上後蓋就可以。液晶鑰匙的外觀是可以自己挑選的，這位粉絲挑選的這個黑色的液晶鑰匙非常好看。現在一把全新的斯巴魯車鑰匙就升級完成了。升級好的鑰匙外觀是完全不一樣，變得非常的智能，非常的有科技感，可以看時間，可以觸摸操作，而且還會升級新的功能。有升級靠近車會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也會感應式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也能備註車主電話、鎖車升窗，這些功能都非常實用。現在鑰匙簡單升級完成，重新檢測沒有問題，就可以發回去還給老闆了。